另外一个新闻焦点，这是台北大地落落去的人家厝，伫昨昏已经开始拆，希望10天内会当拆煞。针对基泰建设发布重大资讯，要甲价值上百亿的基泰中孝大楼卖掉，即马因财务状况嘛受外界关心。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是表示，市府有去申请甲基泰建设假扣押，但过法院尾也是认定讲基泰的资产较济过负债，所以不归假扣押。马小大港夜进行拆除，同时也水港嘅土粉，基泰施工无限期造成大地面体崩塌。25户受损的厝日落拆除，周边住户表示也是烦恼厝内的状况受影响，怕会不会就是到时候有塌陷，或是那个一直敲敲打打震动，然后房子越来越裂缝越来越大，也是很危险啊！他们一挖，我们也是很危险啊！我们背靠背啊，他们那一排就要盖啊，那我们不盖不行啊！市长周万安到南航访问3天一日，回来了后去现场来勘查，确保拆除安全。副市长李树川也亲身到现场巡视。周遭的建物我们会持续透过监测仪器，我们都有架设，而且会将每一天监测的数据跟资料公布。以及完整的公开，也会即刻的送到台北市建筑师工会进行判读。我们整个拆除作业的期程，我们希望在10天左右能够完成。就双耗的部分，认为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上面的状况。那这几天你也可以去住这个就近的饭店，那把发票拿回来报。市府市备要针对这个帮台北住户说明公办途径的条件，各有住户决定是要甲基泰合作，也是交予市府。因为基泰发出通信，要卖价值100亿的基泰中孝大楼，引起外界讨论，农历因为伊的资金有出状况。我的了解，基泰要处分这栋大楼应该有一段时间了，而且是在这个案子案发之前就已经积极在处理。发重讯是因为。他们处分重大的资产都要依照主管机关的规定去发布重大讯息。李树川表示，市府2摆针对基泰提假扣押，不过法院评估基泰资产比负债较大，应执行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